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讲，只有达到无爱大悲心陀罗尼，才会产生无爱的智慧。无爱的智慧就是没有阻碍的智慧。请师父开示，什么叫做没有阻碍的智慧？怎样才能获得没有阻碍的智慧？没有。因为像这些以后要跟你们讲，要讲很长时间的。无爱大悲心陀罗尼本身这个字已经在上面了。无爱就是没有阻碍，没有挂碍。无爱是什么呢？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如果为别人，就是没有障碍。比方说今天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又考虑到我自己，我今天度你了，以后你是在干什么的？你可以帮到我，这叫有爱。明白了？有阻碍了，心中有阻碍。我今天帮助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要能够救你，说无爱。听得懂吗？没有阻碍，心中有阻碍了，哎呦，我能够帮到他，他以后能够帮到我，这就叫有阻碍了，明不明啊？听明白了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